10月31是万圣节，永康国小推出应景的节日营养午餐，学生食甲相当欢喜。不过新版本的在位化实施了后，各中小营养午餐山庄一 Q 国产食材补助，将由地方政府自筹经费支应，加上高中节改由地方政府接管，台南市受的影响上大。第一年我们基本上算过，大概就要102亿。那如果中央的补助呢是少的话，那这些都要政府负担。他原来是讲说补助35亿，那将近36亿，那我们也要缺口。第一年就66啊，以后每一年大概20亿啊，所以这一些。单用财划法给我们说170几亿的话，恐怕就被我吃掉1/3。蔡小薇提醒教育局应该爱事先评估，避免影响各中小午餐品质以及资源分配问题。啊，佮质疑甲哪岛相比，台南市每一顿只有38块的预算，敢袂当互学生食甲安心佮健康。目前全台南市各中小人数大约13万人左右，若是全面补助营养午餐，大约需要10亿。财政其实有能力支应，建议市府建议强调是上有感的教育投资。郑重跟您报告，这个承诺真是太重了。那个把钱不当作钱来花的台北市，他们都没有做了。桃园、跟台中之外，花莲甚至台中明年就要做了。市长，咱在想的是人愿意。我们穷不能穷小孩啦。教育局表示，学校午餐主办超过9成，提供并价实惠的营养午餐，嘛自行编列将近6亿的预算，补助采购食材较保品质，菜单兼顾营养加美味，结合当季食材加创意料理方式，互学生食会饱、食会安心。台南新闻林个杨春怀采访报道。